看部我们的问题是，就是说我们养的宠物啊，像猫狗这些，如果在他们老年的时候，他们得了这种就是已经没有办法治好的病痛，然后就是可能只会慢慢的衰弱，然后死掉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帮他们选择做安乐死？这样会不会造成杀业？那另外就是说，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帮助他们能够在临终的时候可以往生善道？谢谢看部。好，这个关于安乐死的部分呢，之前应该是1、2年前，我们在荣松佛教频道上，还有那个时候的微信群都有应该做过详细的一个回答，但是说实话也很难回答出一个具体的一个答案，这也是事实啊。为什么呢？因为他自己完全这种生不如死嘛就是这个活着的看起来就是更痛苦的那种情况下，很多人就觉得应该是要做安乐死，甚至人也是啊。我记得去年还是前年，有一些人呢专门去瑞士啊一些这个安乐死合法的地方，人也有自己选择自己要安乐死的，好像在台湾、澳洲这边都有发生过这样事情的，出现过的。所以呢，你看，明明知道这个安乐死就是要自己要死掉的，但是呢，有些人愿意选择用这种方式结束生命的话，那也有某种程度或另一个出发点来上的话，好像是有可能成为这个入法的。但是如果要这样讲，第一不敢讲，第二不能讲，这个是真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一个宗教的一个代表或以宗教的角度说，可以，那这种可以就是对大家的解读是完全不一样。那就是趁这个机会或者用这个名义，也可能会就是做很多各种各样的这个借口，就变成借口了。所以我们没有一个100%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制度能够执行刚刚好的那个分寸和这个做法的一个拿捏的这样的一个办法。所以很多时候呢，如果以菩萨和佛的角度，或者真正的一个佛菩萨的善教方面的角度来讲，有可能成为如法的啊。因为呢，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在一些大乘佛教和密法里面也有这种劣势。如果你有超度能力、度脱轮回的，有这个完全有100%的那个有破瓦的能力的时候，那有些人就有可能是这个有强迫性的这是让结束他的这个性命的这种可能性。这个在佛陀本身传里面本来就有很多类似的公案，但是我们这个没办法拿来用在我们一般的这个社会的做事的风格里面。因为什么呢？菩萨的这个修行呢是非常复杂的一个概念。为什么这么说呢？有初学有初学的，然后非初学的也有非初学的做法。就像吉天菩萨的一个叫做学处中集，好像是学处中集啊，他的中文名字。那个里面就是特别讲这些细节。去年泽中尔珠堪波在文明佛学院好像专门有讲这个学处中集的。所以这个学处中集就藏文叫拉巴滚律对吧，简称叫拉对啊，就是这样。这个拉对里面就是用各种各样的这个一个佛经，应用各种各样的佛经讲这种细节。但是因为这个是主要是很个人性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那个人有没有这个能力，所以呢，就是我们没办法对整个社会和整个这个安乐死的情况来讲 ，OK 可以的，因为那个是不是他真的到了这样的一个时候啊，就是非常难说的。所以我讲了一大堆，最终也就是一些就是很难回答出一个正确的这样可以做不可以做。但是至少我们就是一般来讲，一个修行人的身体是非常非常的珍贵的，
所以在佛教里面，破坏法里面也特别说，如果你真的是这个四大元素彻底就是要结束这个临终重因的时候，就是你可以破坏。如果你破坏修得很厉害，但是如果你不是真正的这个身体撑不住的时候，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你就是任意的用破坏结束自己的生命，是有自杀的过患，这是非常不允许的。而当时呀，这个佛陀在世的时候，也有一些呢自己修这个不净观，然后结果觉得这个整个身体很肮脏，很想早一点离开这个身体，所以对身体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执着的时候，他们也就是为这个透过别人的帮助，然后就是让就是杀掉自己啊，意思就是拜托别人，你能不能杀掉我？然后我剩下的这些没有什么钱呐、但是这些出家人，他们也是出家人，他帛啊什么一些衣服啊，稍微的这些生活用品都可以属于你的，你能不能帮我杀掉我自己？我这个人，所以佛陀呢，就是后来说，就是严格的说啊，就是不允许用这种方式。所以你看为什么呢？就是这个都有个别的原因。所以这个安乐死呢，就如果一个是国家政府或那些呢，他们要安乐死的话呢，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方式回乡念经。我呢其实不太介意太干涉这种事情，因为这种现在社会是柔也好，各个方面的，我们可能自己觉得很慈悲，但是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太多干涉的时候，用长远的这个一个未来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对于佛法有可能是很多时候是有害的。因为过去的历史当中，无论是汉地或藏地或印度，其实为什么佛法有时候是这个遇到很大的这些灭佛啊等等的事件？因为这些佛教徒呢，有时候他自己本来就变得他是一个团队嘛，反正难免就是可能有点膨大，那个时候就成为了秩序和秩序啊，就是至少就是这个国王和这个行长他们的这个眼力就变成一个障碍。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对佛法可能带来一些负面的作用的。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呢就是默默的念佛，然后就是如果自己呢就是有能力，在自己能力范围里的做一下就可以了。但是更重要的是，这种无论是安乐死也好，我们在藏地呢经常这个动物要死掉的时候呢，再就是水里面泡一下这些甘露啊、玛尼甘露啊等等，然后一边念佛菩萨阿弥陀佛的圣号，然后一边呢在他的这个鼻孔啊这个嘴巴里面就是倒进去，然后就是这些甘露，那也是一个帮助方式。尤其是一个叫做宝积，宝就珠宝的宝，发髻的髻，宝积如来佛的名号，那就是特别呢这个这些畜生啊，那些就是动物啊那种这个他们就是要死掉的时候，在他们的耳边，我们念这个南无宝积如来佛的这个名号的话呢，他因为他过去这尊佛的自己的这个原理有关系，所以就是能够他们就往生了净土或者这个33天啊。当然，一个动物直接能升到33天已经是很不错的，对吧？所以就是有这样的效果的。所以，但是另一个呢，我以前也讲过很多这个关于安乐死可不可以合法的这个部分，也有整理出来的。我不太记得文章还是这个荣顺频道里面的一个节目，所以就大家也可以看一下那个里面有没有更多一些我的看法，这是我自己的看法而已。谢谢干部。